爸爸。我们走吧。作为他的朋友，我应该告诉他的。对，应该告诉他。姐姐，姐夫，耶！照相机真好哎！哎呀，耶！虽然我非常不愿意承认，但是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照顾他、给他幸福的人，拜托了。你相信我，对吗？当然，100%的信任。别紧张，因为我也会跟着你紧张。好了，你们只需要签下名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只是因为害怕逾越不了时空的界限，你这样的放手嘱托，我不接受，我也不稀罕。因为我们共同深爱着一个女人，所以我做的一切都是为她好。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姐夫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啊，不要反悔！你什么情况啊？你该不会是恐婚了吧？啊！对不起。正因为你相信我，所以我不能骗你。李欢他并不是不爱你，相反，他真的很爱你。他知道他自己跟你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所以为了不让你痛苦，他才选择了离开。他这次离开，就跟以前一样。他托我好好照顾你，我也很想好好照顾你，但是我不能这么自私。你走吧。原来，老板得的是不治之症啊！不治之症。对不起，峰峰，是我没有告诉你。其实元宵也遗传了他的病，最近他们俩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了。活儿怎么了？无论如何，你都有知道真相的权利，我都会支持你。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。去吧，把你想问的都问明白，问清楚。姐姐，快去吧！啊，快去！去吧。谢谢。小峰，你怎么带我去李欢家？我就说剧情会反转，还好没错过，太刺激了。我还要去拍戏，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加油啊，千万别让我失望。谢谢你，芬妮。别废话了，赶紧去看看吧。小凤，祝福你。
李欢，你给我出来！无论你再说什么狠话，我都不会走的，我一定会死缠到底。李欢，你给我出来！我什么都知道了，你别再躲了。李欢，元宵，李欢，消失，消失。一到关键时候就知道消失，懦夫，胆小鬼，你给我出来！李欢，我发现你了。他不在这儿，不用找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真的很输不起。我先发现的，我赢定了。你让开！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，已不复存在。缘分纠缠今生，却没留下任何可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？为什么每次都把我丢下？为什么？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缠今生，却没留下任何可能。在前世擦肩而过，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缘定今生，情分决定在来生。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算我没有白疼你。